新聞一開始來看國際新聞，印尼一隻渡船佇咧馬都拉島的外海熊燒起來，官方是緊派船艦去救，船頂271人，有5個人死亡，41個人下落不明，詳細導火原因閣愛調查。海林一隻渡船直直衝出烏煙，船身差不多互火吞去。這隻號做是珍珠信德沙2號的渡船，8月初2早起佇海林熊導火。迄當陣船頂有載271個乘客甲船員，狀況真危急。這隻渡船原底有計對印尼第2大城輸水，駛去南蘇拉威西省的石岡，駛幾啊點鐘了後，船長通報，佇薩普迪島以北差不多19海里的所在發生火災，了後就失聯啦。印尼國家搜救總署接到渡船公司的通報了後，遂派救援船隻展開大規模的海上救援行動。KSA Permadi saat ini melaksanakan operasi SAR kecelakaan kapal Mutiara Perindo 2 yang mengalami kebakaran di utara Pulau Madura sekitar 23 mil. Untuk estimasi perjalanan KSA Permadi saat ini adalah 8 jam. 經過緊急搶救，上無有225個人順利救起來，也毋過救援人員嘛找到5個罹難者的遺體，也閣有41個人失聯。因為印尼有超過17000座島嶼，渡船是民眾上普遍的交通工具，官方當咧繼續找找失蹤者，目前也閣毋知影渡船導火的原因。公視新聞陳偉玲、吳其昌編譯。